简直难以置信，一名还没断奶的小女孩竟屁颠屁颠地来到了马儿跟前。她低下身子，将地上的绳头捡起来，随后牵着马儿大步往前朝马棚的方向走去。而看到小女孩的一系列操作，马儿不仅没有一丝的不悦，甚至还默契地跟着小女孩的牵引，一路紧跟其后。马儿的举动表现得非常温顺，都说马儿是通灵性的动物。就当另一名小女孩跳到马儿背上时，马儿就抬起脑袋，将小女孩缓缓送到背上玩耍。面对人类的接触，马儿显得非常友好。如此乖巧的马儿，不得不说实在是太有灵性了。随着长期的相处，小女孩也把马儿当成要好朋友一般。有时小女孩会主动给马儿喂一些嫩草，眼看马儿吃得津津有味，小女孩也开心地发出笑声。要知道马儿的脾气一点也不小，哪怕碰见鳄鱼了，也好歹上去踩两脚。不过对待人类，他们却表现得十分友好与真诚。不论小女孩怎么抚摸她的脸颊，马儿都露出温柔的模样，进行默契配合。真没想到，马儿不仅非常的有灵性，而且也很懂得与人类和谐共处。